讲到这新北市呢，最近有传出讲有5名区长有收到这简体字的电子批，这批呢，甲一拍开来看，所以拢是一寡合成，而且拢是赤身裸体相片，内面还有这个恐吓的话句。市长侯友宜表示讲，已经有报警察，也请这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台南市的区长也有接到这款假相片的恐吓批，甚至是查某区长也有收到。台南市政府就表示，政方单位等来处理啊。内面的名是市委共青团的简体字的批，台南市东区的区长黄炳元看到内容是规个讲气，因为内面竟然是真侪张家己含无熟悉的查某人不雅影片翕的相片，而且留联络方式，暗示有代志好好讲，佮讲超过处理时间，抖音姓名举报。第一时间其实是赖给我太太啊，因为我也怕我太太误会，就是很怕说，我们的区民啊、里民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问题会遭骗，所以我才会揭露出来。信件的内容有写到说，如果想要尽快的来处理的话，就联系谁谁谁，这个完全就是实质的这个恐吓。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宏表示讲，东区的区长黄炳元收到批了后，佮有接到真侪其他的区长来通报，内面嘛有查某区长，内容大多数拢是合成变造的不雅相片。因为大家人状况无同，除了请政风处报备，区长嘛照家己的状况报警察处理。目前佮在统计有偌侪人收到这。由刑警大队整合各分局受理此类案件资料，也与其他接获类似案件的县市警察局联系。并与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，扩大调查。不过，唔那是台南市，新北市嘛有5区的区长，包括5股、邦桥、十指、瑞丰、金山，同款拢收到这对中国来的奇怪的批，内容同款拢是合成不雅相片，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恐吓的用词拢相同。实际纠正，邦桥区区长陈正基的秘书表示讲，代志已经进入司法定数，无方便加讲。对这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第一时间已经报警查，而且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第一个时间就报请新北地检署来侦办，查到底谁在发布这些不实的照片跟消息。对这新北市刑大讲，经过检视相片的背景和影像的位拢相同，这边显示电脑合成不实的影像。新北市警察局接到通报，已经报请地检署指挥，而且要和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，深入查明嫌犯的身份和犯案动机，迈向大家一个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